拢闽南一带来的。哦。妈祖。妈祖。电线工出来。哦，是这个年代关系，对安平特别意义重大。咱台湾的历史来讲，要从安平开始。有，台湾的历史对安平开始。谢教授指导方向。谢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。还有妈祖信仰与神迹这些好书，是吧？这本细本的哈。还有一本礼仪，这是平安护照。这回我们办16岁嘛。哦，办16岁成人礼。第一章是成人礼。哦，成人礼。作为的证件。他国家各60家去。哦，太岁。名。好的，以下为您提供关于安平开台天后宫的资讯，并搭配图片让您更了解。安平开台天后宫是台湾台南市安平区的重要地标，也是台湾本岛最古老的妈祖庙之一。这座庙宇历史悠久，与台湾的开发史有着深厚的渊源。历史渊源。相传妈祖神像是由郑成功随船护佑来台，并于永历22年（1668年）正式建庙。因此，安平开台天后宫被视为是台湾开发的守护神。建筑特色：庙宇建筑融合了传统闽南式风格，雕梁画栋，精致细腻。庙内供奉着软身妈祖，其神像造型独特。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价值。重要活动：天后宫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庆典活动，吸引众多信徒前来参拜。除了参观庙宇本身，您还可以漫步安平古堡周边。天后宫位于安平古堡附近，您可以在参拜完后，顺道漫步在古色古香的街道上。感受安平独特的历史氛围，品尝在地小吃。安平地区有许多美味的小吃，如虾卷、周氏虾卷等。您可以在参观完庙宇后，前往品尝当地美食。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安平开台天后宫的资讯，您可以参考以下连结：安平开台天后宫官网。连接到 anping-matsu.org.tw， 台南旅游网连接到 T。过平安桥。过平安桥。这个家福帅的新闻。怎么礼仪，怎么拜，怎么挂杯，拢在这里。哦，这个保障呢。这较方便。这个礼仪足重要。现在传承。有的人亲来，唔知安怎拜。安那。